哦，对，妹妹也想要一张白纸。你就是爱装很捣蛋，对不对？乐乐，你去拿一张白纸。是吗？姑娘，手吗？画在边上。对呀，妹妹放这里，放这里。马航姑姑哥，我已经给你答案了。马航姑姑哥，好，来，乌个欧拉安鲁马姑。你看这个呢，我出个红色。哇，变配色了。乌，这样输。马安姑嘎乌拉。你不用点没关系。乌拉。乌拉汉，乌马安古嘎，第二连在一起，现在就是被子。嘎乌拉汉，努马布，你看，努马布。这是第一句哦，哟，飞过来呢。好，我们按不搞啦，看了吗？不，你现在要写吗？你一定要用画画的方式，你要写在这边，你不能用圆珠笔，你要用你写字的。那我画一个大界，随便拿。啊，你要思考，你要搭配这个哦，你要搭配你的图画，你当初是用哪一个水彩笔画？对，啊，你放在这边，放在这里，来。好，那你写你第一页，你不要动到哥哥哦，哥哥现在要认真做他的那个 PPT 哦，哈，很不一样的 PPT， 看他画的多好，简单高雅。好。哦，你画的也很棒，非常有艺术。我画一个大剑呢，我画一个大剑。大剑哦。这个剑哦。这个剑是大的。哇，的确蛮大的，而且非常粗大。宽大，哦，宽大，非常的宽大。好，我们今天这是被子吗？还是谁画的？哦，这可以当被子了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？妈妈，你知道这个是你呀。你可以跟他互动。好。上面是你可以那个什么？主干。主干就是画画啊，主干。不是，它没有那么大几个吧？好可爱呢，这个。有我笑笑，这个明明是好像那个谁，这个高明峰哎，对。你怎么会讲到这个？你太可爱了，我喜欢唱歌。好，妈，非常有效率。好。那你要记得哦，这句话怎么说？你写的好漂亮。去房间，你放在这里啊。嘎乌拉汉。努马国。对，它是疑问句。哎，你的音调要拉高。嗨，来，你在这边练习这句。等一下我们要练习了哈。好，第二句了，我要讲第二句。啊，马乌拉嘎古鲁马丢。我们要一起讲哦。马乌拉嘎古鲁马丢。第二个，我前面哦，第一个字一定是大写，我记得哈。第一个字是大写哈。马乌拉。妈，我怕他的手等下背过来就。马乌拉嘎古。啊，罗马丢，罗马丢，丢。啊，对不起哈，我的写字怪怪的哈。马乌拉嘎古阿罗马丢，看得懂吗？好，来这边。你不要用太浅的那个，会看不到。对。因为你在摄影的时候，我要摄影的时候，会看不到你的文字，最好是深一点的，可以，好，哇，你的画画真的是一系列的哦，字又写得很美。你看我写这个是什么？
5。今天星期几啊？星期3。哦，好棒棒哎！你，一直被我们推荐。好，没关系的哈。我也喜欢跳舞。Maola, kamu bisa keru。都是喜欢你知道哪有哦。山吗？一直玩。ini 哪有山？好，你要讲鲁杜。哎，鲁杜要用什么颜色来？拿彩色笔来用。100。啊，鲁杜是100的颜色。哇，来，你用这个，你蜡笔很棒哦，我喜欢蜡笔。这个鲁杜是不是绿色的？对，你把它画出来。我也喜欢跳舞啊，马乌拉，嘎布，咪，好，沙我要做一个菜单。哥，马乌拉，你这个音调，马乌拉。好了。好，那个这个礼拜呢，你尽量要把你的图画怎么样摆平的，知道吗？压一下，对对对，反过来。这样子我们才好做那个你要抽出来的时候啊，或者是要放进去那个木箱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好，第3张慢着，这个好了。Maula, kamu rumah view。到底那个是什么？第2张好好。哎，第2张是什么？哦，对，那这个呢？啊，这是第2种。哦，你已经拿了，我以为我写错。来，你念给我听。来，记得马欧拉，它因为你有什么也，好，来长音出来了哦，这里，我再写一次，因为你有加强调你喜欢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再写一次哈，马乌拉，知道吗？好，因为你有也。这要写冒号。哎，冒号是什么？对，长音，很棒。好，我还喜欢画画。有人小心，小心不要站在椅子上，好，这个是办。哇，这个改信呢，它这样很简单的哈，不会给自己太大负担。你又好讲，我前面一个学生他们讲的故事，对他们来说，他们以为说用中文讲很简单，但是用那个主语来表达的时候非常长。啊，对，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。好了。好了，这么快，速度很快哦。马乌拉达库米萨格肉来。对，这个是8个号。我还喜欢画画。这个喜欢画，这个形容词。好，乌拉这个我米煮干。我画个菜单。乌拉，马乌拉这。
你阿咪猪嘎啊，我故意拉很长哈，阿咪猪嘎。马乌拉阿扎嘎古阿咪猪嘎。好，它这个为什么会叫阿扎呢？也是有强化的意思哦哈，有听到吗？啊，马乌拉阿扎嘎古阿咪猪嘎，它是针对什么？针对你特别阿扎有那个特别的意思。好，来，给你，好快哦，2-3下就解决了。Nika, Upi Salama,哦，哎呀！但是我更爱玩耍。虽然我们的主语哈，我们的中文是这样讲哈，可是我们的主语在翻译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又不太一样。就不翻但是，直接讲后面。有但是。我的菜单一句好了。Nika 是但是。这个是牛肉饭。哇，哎呦，糟糕！我看到你的牛肉饭饿了。妈那么大又不干不。这个是一杯牛奶。哇，牛肉饭跟一杯牛奶，哇，这可能会拉肚子。好了，芒果泥。这个是一个面。又有牛肉饭又有面，好饱。这个是一个鱼。哦，真的啊！大鱼大肉。真的是大鱼大肉呢，哈，那就是山珍海味喽。饭是全部杂粮味啊。更丰盛。牛奶是乳品。这样子，请谢还是考虑一下。牛奶是乳品。乳品，好，形容的很好。牛肉饭。